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31，箴言11章19到20安尼讲：坚持公义，得到性命；继续做歹，直到死亡。歪曲是非的心，上主厌恶；行为正直，伊所喜爱。三个来祈祷，爱愿坚持公义，行为正直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创造天甲地，对无来创造有，也掌管万物的运行。主啊，你的话语大有气力，天神拢因为你来发光，山甲海因为你来震动。今仔日所讲的话，拢要成就，无一句是落空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爱阮伫生活中遵趁你的教示，也照你的旨意来行。主啊，你是公义的上帝，你爱阮无行偏差的路，因为坚持公义，得到性命；继续做歹，直到死亡。歪曲是非的心，上主厌恶；行为正直，伊所喜爱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